恳请听众，拄则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大经，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2页，就是解说甲正文第52页。对于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对于头算倒来，就是解说甲第6节。就是解说甲正是佛说真相之道也。即摆呢，就是要说来解说一面，一面就是有一切诸法若无常者，即物皆有自性，永受生死，而真相性有不偏之处。故我说上者，正是佛说真无常义。在前面六祖慧能大师呢，是解说佛性的无常。佛性的无常呢，就是欲佛性虽然会受生死，就是讲因为虽然所以呢，佛性就落在生死道中。另外，咱现在是众生受生死，也咱众生在这个受生死中，当然有佛性伫咧。安尼岂毋是这个佛性随着咱众生受生死，岂毋是就是无常呢？所以，这个佛性的无常就是约佛性的虽然之用所讲。即马进一步就是要对这个诸法来甲讲这个有常。六祖慧能大师伫遮所讲的这个诸法有常就是约这个诸法的自性。所以这个两边的讲法伊所徛这个立场不同所讲的就变成无共款。即嘛，咱先来消文，咱再过来做一个详细解说。六祖慧能大师就安尼讲讲有一切诸法。假若呢，那是无常，也那呢，这个物拢总都有自性。这个物的自性呢，就变成会去受生死。因为去受生死呢，这个真相性就是有迄个无普遍的所在。六祖慧能大师安尼讲法呢，可能咱无介容易了解。这个意思就是讲，自性这个物件呢是不生不灭，所以这个自性呢应该是不受生死才对。这个自性到底是在什么所在呢？物拢总都有自性，就是讲世间的一切诸法拢都是有自性的咧。用世间一切诸法自性这方面讲起来，安尼呢，这个自性应该呢是袂受生死才对。所以你若是以为讲一切诸法是属于无常，若无常就是有生死，搁就讲无常咯。那一切诸法若是无常的话安尼呢，这个一切事物的自性所变成呢，就爱受这个生死啦。这个物的自性，既然呢容许伊受这个生死，进一步就变成什么款的问题呢？变成这个真相性的不受生死就迄个无普遍的所在。本来这个真相性，不但是讲有迄个永远性。应该搁再有迄个普遍性才对。这个真相普遍的自性，用伊的体讲起来是常住不变。常住不变的物件呢，当然就别去受生死啦。用这个理讲起来，咱世间一切诸法的本体就是自性。这个自性呢，就是无受生死。所以，因为这个自性无受生死，自这个改进一步申论呢，变成一切诸法呢，
拢都是上主。所以在法华经直直讲一切法啦，上主就是这个意思。法自法为啦。所以直接讲五说上者，正是佛说真无上义。为什么讲五说无上者，正是佛说真无上义呢？因为这个自性往往呢是互一切有为法所界卖不掉的，互这个有为法界卖不掉的呢，就变成无常啦。所以我所讲这个常呢，正正就是佛所讲的无常的意思。在前面咱已经讲过去啦，就是讲一切法有伊自性伫咧，这个自性应该是不生不灭、不受生死啦。所以，假如你若是以为讲一切法是属于无常，一切法呢会受生死，安尼这个真相性呢就缺乏了普遍，变成部分呢是受生死的，部分呢是不受生死的。那这个不受生死变成是真相性，受生死的变成这个无常性。安尼这个普遍的真相性，这个佛性呢，变成是无普遍去。对这个道理呢，咱应该爱慢慢去来体会。咱世尊呢，因为咱人是执着一切善恶诸法分别心，该当作讲这是有常。所以才讲做无常。这个六祖呢，就是因为这个行冲，就是讲这个智铁，执着一切善恶诸法分别的是无常，所以咱慧能大师才该讲是叫做有常。无论是有常好，无论是无常好啦，咱来了解就是讲，是为着对伫咱众生的执着而说。而且将这个佛性来讲做有常，来讲无常，将这个佛性来讲无常，这是约佛性的随缘之用所讲。也来讲这个一切诸法是有常，这乃是约诸法的本体所讲。站在倒一个立场所讲的呢，就变成有伊的不同的所在。咱呢唔通将这个给错解啦，那给错解了，家己呢变成咱会产生了真正大的错误。下面佛必为凡夫外道，执以遐常，诸义圣人以上皆无常，强成不倒，故以不这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相、真乐、真我、真正。逆今依言背义，以断灭无常及确定思想，而错解佛之玄妙，最后微言，畅览千遍，有何所益？这是慧能大师对这位行冲的开始。讲佛呢？彼为凡夫外道，这个彼就是解的意思，解就是隆重的意思。讲这个分呢，是隆重为着这个外道，或者是讲凡夫，也执这个遐常，为着这个义圣人，在这个常的所在介于无常，结果呢？就用动该合起来，变成叫做不倒。那凡夫众生呢，也执着，甲这个外道的执着啦，应该呢无完全共款。外道呢所执的是无害正理，所以呢名叫做讲做邪。咱凡夫所执的呢，是无了解真理，所以叫做讲做迷。就是讲凡夫外道的迷执、邪执等等那世间是无常的物件，该当作讲这就是常。
啊，这个异性人啊，确实啊，将这个出世上主的真理呢，甲伊计为是属于无常，所以合起来呢，就变成了八种的颠倒。那这个八种的颠倒，就是凡夫四种的颠倒，异性人四种的颠倒。凡夫四种的颠倒是啥物呢？在咱世间啊，是有无常、无我、无乐、无净。咱世间呢，是一个无常的；世间呢，是一个无我的；世间是一个不净的；世间呢，是一个苦。咱凡夫众生，确实该执着讲，这个世间是常乐我净，这就是凡夫的四种的颠倒。世间无常、无我、苦不净，这个道理我伫遮呢，过来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咱这个世间无常啊，我相信咱是较容易了解。用咱人讲就好。你看咱人出世细细汉啊，也慢慢伫咧变着伫咧大汉啊，将迄个细汉囡仔就变成，比如讲幼年啦、也少年啦、青年啦、壮年啦，搁再过来变成老年。老年了呢，人就死亡。人在这个世间呢，不过是几十年，所以呢，人生是无常。搁再讲起来，咱世间的一切的环境、一切事物，拢都是无永远。这个无永远的情形啊，看这个花开花谢，就更加明显。花咱世间上的花，有一种的花呢，早时开，永远都谢去啊。啊是讲你这个花呢，若是讲伫迄个雕伫丛里啊，开较久。你若甲挽起来呢，有那是真赶紧就连起就打起，为什么呢？无迄个水分啊，结果呢，迄个花就连起啊。比如讲咱现在是有人伫底卖迄款的这个秋兰花迄类物件，也光光咧3蕊10块银，一寡人摕伫路边伫底卖。你怎啊该买来时阵，哇，看真青、真芳、真水。但是呢，你放伫车底呢，早起放到暗，迄个花就连起啊。所以这个花开花谢，要来去体会到世间的无常呢，更加较深切。所以世间呢，本来就是一个无常的物件。那世间呢，也是一个无我。这个我就是主宰意思。咱人呢，拢将这个身躯当作讲就是我的，但这个身躯既然是我的，我应该会当做主宰啊。但是，咱这个身躯，咱是毋是会当做主宰呢？无可能做主宰。假如讲这个身躯是咱会当做主宰，安尼咱呢，大家嘛毋爱老，是毋是会当好无老去呢？无法度。你到甲相当的年龄啦，自然头毛就白，喙鬚就白，也面皮就摇目睭花，热气辣气耳也无听。这个现象拢会走出来。这啥物人所爱呢？啥物人无爱？那无爱你叫伊卖，可能吗？无可能。大家嘛爱健康，大家嘛爱毋破病，但是偏偏毋健康，偏偏要破病。所以这个身躯，咱该当作讲是咱的，事实上毋是咱的，所以就是无我。也这个不净，就是讲，咱这个身躯啊，真正这有为垃圾的物件，尤其是大便、小便，拢是地伫咱的肠仔内底。虽然是讲排泄出来讲，哎呀，大便臭臭，小便臭臭，垃圾的物件伫倒？垃圾的物件是对咱的身躯走出来。也，咱的平常是真够流汗，尤其是若热天的时候，你自己若无洗身躯啊，臭咕咕，安尼到底是有清气啊无？当然是无清气。所以咱世尊啊，用咱人的这个身躯讲起来，从内透外，从头壳尾顶到咱的这个骹底。有36种的不清净，也将咱人的生前到死后，又搁再讲起9种的不净。所以究竟咱这个身躯都是垃圾的不清净的物件，以为是无常，以为是无我，以为是不净。
所以咱这个身躯应该就是一个痛苦。咱在这个世间是痛苦。老子嘛讲啦，讲我的痛苦就是有这个身躯。假如若是无这个身躯，就无痛苦了。老子所讲迄句话呢，已经接近咱佛教所讲的这个苦。所以究竟咱众生在世间伫咧受生死，乃是无常、无我、不净苦的物件。毋过咱众生呢，却是该执着讲，我这个身躯是永远。咱呢拢无想较远咧，无目睭爬较金看较远咧。咱一个伫咧过日子以为讲我永远会当永远住在这个世间，咱人真正矛盾。事实上是无法度永远住在世间呢。你心肝底一直想讲要永远住在世间。所以咱有伫咧讲人在这个世间呢，实在住无100年，但所计划呢，却是几千年的代志。这就是咱希望要在这个世间住久，也就是一种的相助性的颠倒了。我再过来就是讲，那这个世间本来就是一个痛苦的。毋过呢，咱在这个痛苦中要来去求快乐，也认为讲咱在这个世间呢有快乐可得。这呢，就是一种的乐的颠倒。这个身躯呢，明明都毋是咱的，咱该当作讲这身躯都是咱的。所以咱来甲人伫起冤家的时阵呢，咱就讲你欺负我是毋是？你看我袂起是毋是？我是啥？咱自己的手指头记咱的这个偏的所在。咱这个手呢，就大家伫胸口讲我安怎，将这当作讲是咱的。咱这个身躯呢，本来是一个不清净的物件，咱该当作讲是真清气。哇，咱什么外面的物件垃圾咯，什么倒伫咧安怎样咯？哇，做这个身躯呢，该洗该装该抹粉该以为讲这身躯真清气，那这拢是咱众生的颠倒。所以世间本来是无常无我，不净苦，咱却是以为讲是常乐无净。这就是咱凡夫的4种的颠倒。这个涅槃应该是一种的常乐无净的物件。这个涅槃的4德就是常乐无净，却是呢，该即位是无常、无乐、无我、不净。这呢，就是二乘人的四种的颠倒。这个凡夫的4种的颠倒呢，名叫做有为的4道，就是讲世间呢有为法的4种的颠倒。二乘人的4种的颠倒呢，名叫做无为的4道。断这个有为的4种的颠倒呢，就会正义成果。断这个无为有为的这个4种的颠倒呢，就会当后来作为这个菩萨。凡夫的4种的颠倒都是痛苦当作讲就是快乐，无常当作就是常，无我当作就是我，不净该当作讲就是净。二乘人的4种的颠倒呢，快乐该当作讲就是痛苦，常该当作讲是无常，我呢继续无我，净呢继续不净。合起来就是凡夫小乘的8种的颠倒。即马伫遮略作慧能大师就是讲佛呢，为着这凡夫外道执在社上，为着这个二乘人以上皆无常合起来变成8种的颠倒，故以涅槃了义教中破彼偏见，而显说真常真乐真我真正。咱世尊呢，是为着要来破除凡夫外道二乘人这款的颠倒的执着，所以呢，就在这个涅槃的迄个了义教中，来破因这人的偏见。这个了义呢，就是对不了义的另外对待的一个名词。
涅槃经呢，就是伫咧讲即个佛性，也伫咧显示即个佛性名，叫做讲做满意大乘了义教。满意者就是具足教理的意思，就是讲即个教理呢，乃是真正圆满的大乘的了义的教法。即个了义，所以叫做讲做了义呢，就是究竟的教义的意思。那即个究竟教义呢，也就是所谓出世的教义，会当了脱成熟的教法。咱世尊呢，在即个涅槃会上来讲，即个涅槃经，这就是一种了义教。即个了义教呢，就是要来破凡夫外道异性人的迄个偏见。即个偏见就是讲偏在一边。咱凡夫呢，执着在有，就是偏在有；异性人呢，偏在空，执着在空。偏在一边啊，拢是无符合中道。这个中道呢，就是中庸之道。偏在一边的极端啊，那就是错误。世尊为着要来破除咱众生的执着，所以才显示这个了义教，就来讲这个真相、真乐、真我、真正。为什么叫做真相、真乐、真我、真正呢？这个涅槃经内底所讲不迁名相，安稳名乐，自在名我，无我名正。这个上乐我正啊，是在大乘大部涅槃经所记载的四德。这个四德内底呢，头一个名叫做上德。这上德的意思呢，就是讲涅槃伊的体啦，是永远不变，义无生灭。这名叫做上。虽然呢，随缘化用啊，却是永远呢无断绝。这名叫做上。那这个上呢，这是实实在在的常住不变的真理啦。涅槃这是印度话，该翻译咱中国的意思呢，就是不生不灭。所以这涅槃这两字所指的就是佛性。用这个佛性不生不灭方面来讲呢，就是叫做上啦。这个佛性的体啊，是永远的不变。佛性的体呢，是永远不生灭。用佛性本体不生灭来讲做上。虽然是讲佛性本体呢有这个随缘的妙用，但是在这个随缘中呢，体原来是不变。像是讲咱现在时伫咧做众生，这个佛性呢已经随着这个染污缘啦，变成做众生啦。不过在咱这个众生心中呢，咱这个佛性完全是不变的咧。所以叫做随缘而不变。这个随缘而不变的道理我常常提譬如起来说明，就等于讲迄个金仔。咱这个金仔呢，若是在金仔店你无甲伊加工，只是一个金仔底。这个金仔底，譬如讲你一块金仔5两重，你做这个5两重的金仔呢，你甲伊称来，你要来叫迄个金仔师傅甲你拍一尊真庄严的金的佛祖。这个金仔底咧变成金的佛祖啦。你即马金佛祖拍咧，要搁甲拍做别项，当然是可以啊。变别项的这个形体造出来，但这个金仔你无论安怎变，金线狗也好，金手指、金破链，逐项拢好，所有这个金的装饰品的形体拢甲变到头啦。但是这个金仔完全是金仔。并袂以为讲你这个金仔甲拍做佛祖，安尼就是金的。你即马呢，甲拍做金线狗呢，变成金仔所无去啦，所变掉去啦，毋是安尼。这呢，就是伫披露这个真相的意思。
所以这个真相的意思呢，正正就是咧说明讲，咱众生本具的佛性是常住不变，无论在任何情况之下，虽然是讲变现了世间一切诸法一切万物，但是这个真性啊，乃是确实永远不变的物件。那为什么会永远不变呢？因为伊是一个理，乃是一个理性，因为是理性所以不变。也这个真性虽然是不变，有随缘之用，虽然是有随缘之用呢，所以有不变。用这个随缘之用讲起来，当然呢，你会使你甲伊讲是一种无常；用这个不变讲起来，会使甲伊讲是常。所以这个异性人，伊甲伊执着无常，这是错误。也咱凡夫众生执着是常，这也是一种错误。这个真相应该就是超越你。咱凡夫所执着的常住，超越你异性人所执着的无常的范围。即马六祖慧能大师就是讲，为着要来破咱众生凡夫异性人等等的偏见所以才来显说这个真相的道理。最近先听众，咱今日时间已经到，所以我甲咱各位所讲解六祖断经，即马就解说到这个所在。感谢最收听，祝诸位法喜充满。